歡迎大家嚟收睇我嘅頻道。今日起床有啲遲啊，嚟唔切煮早餐，只好先逆上班方向呢買個肯德基早餐。雖然路上都有好多其他嘅早餐店，論性價比、論情緒價值，都係肯德基抵食。一陣間嘅時間就到咗肯德基啦，停好車，入門右轉就可以去到前台取餐。不過而家諗翻轉頭啊，我睇都冇睇啊，就攞咗個餐走啦。攞位錯咗就真係麻煩啦。攞完早餐之後呢，即係掃翻部共享單車，一陣間時間又翻返去熟悉嘅上班路。我上班嘅路呢，下次再分享俾大家。而家呢，就要講下。連近晚啊，就唔好隨便衝紅燈啦。萬一個唔覺意，咗下，大家都冇得過好年。都係遵守交通規則比較好。過完馬路，你會睇到地鐵站隔離有一大堆疊住嘅共享單車，都唔知有冇人換一下嘅。基本上每日朝早呢都會睇到啲咁嘅情況。離開地鐵站附近之後呢，有一段比較窄嘅單車道。偏偏呢，後邊會有一啲冇公德心嘅私家車停喺上邊，逼住其他非機動車走上機動車道。你話萬一出個意外呢啲咁嘅車嘅車主係咪要負翻一定嘅責任呢？好快我就去到灰記路同埋佛山大道交界處嘅紅綠燈口。呢個時候我發現咗一件新鮮事啊！一位外賣大叔自己手搓嘅手機防風罩，雖然話可以充分體驗勞動人民嘅智慧，不過玩笑歸玩笑，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啊？阿叔都係迫於無奈啫，多啲體諒底層勞動人民嘅艱辛啦。接落嚟係一段快進。一陣間就返到公司樓下啦。今日少咗好多電動車喎，當大家都返晒去過年啦，而我繼續要做牛馬，做完啲嘢先可以放假。加油啦，打工人！如果你中意我視頻嘅話，歡迎訂閱同埋點個 like。